麻醉引发的医疗纠纷，离个医美诊所特别多。麻醉科的医师讲，因为部分的医美诊所会违反规定，请迄种无医师资格护理师来做麻醉。一旦拄到紧急的状况，无专业的麻醉医师来协助，就真会错失掉抢救的时机。来看咱的专题报道。看前面哦，我们再补一点麻药哦。 好，你做得很好哦。你的麻醉好不好会决定病人到底是今天回家，还是7天之后回家。这其实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。每一个声拢是代表每一个心跳。倒伫个医美诊所手术台，因无叫做病患，是叫做顾客。为了追求美丽，把家己的性命亲手交出。跟你核对一次身份，他病历给我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手术是音波嘛，哈。那准备让你睡觉，好不好？我会先帮你打个点滴哦，哈。34岁丁小姐当咧进行进程中第一次医美手术，伫麻醉医师的控制进入轻度的定静。天花板在转。天花板在转啊。 这时丁小姐的意识也算清醒，呼吸道、呼吸功能甲循环功能拢会当维持，对声音也受反应，但刷了开始进入中度定静阶段。93减7是多少？93哈。丁小姐意识明显受到麻醉影响，已经无法正常回应。想睡觉就睡咯。 在中度定静阶段，呼吸道需要辅助，呼吸可能不足，循环功能也维持咧，对痛痛嘛也有回应。我们还是会保留它一点点的感觉，有的时候疼痛是做这种音波或者是电波治疗的一个保护治疗。伫麻醉医师甲护理师确诊顾客进入麻醉用有的状态、生命现象嘛稳定的情况，外科医师才开始进行音波纠配手术，整个麻醉过程。 就大约是15到20分钟。人工等于真正进行手术的时间，手术进行到一半，顾客呼吸状态突然间有变化。像他现在的呼吸就有点受影响，所以的那个呼吸它就会变平，所以我们就需要可能要帮他抬一下下巴，那现在就会慢慢再传回来这样子。手术的当下，其实我们要顾虑的东西已经非常多了。那如果再加上我还要一直看监视器，去看病人的心跳、血压，甚至血氧浓度，那当然对一个医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。工作时间难度更较悬的正确手术嘛咧进行，牵涉着侵入性的治疗，敢若是麻醉医师的手术前的准备，足足的将近1点钟。 OK 了吗？到下边。好。顾客进入全身麻醉阶段，已经完全无度自主呼吸，对痛痛都无反应，循环功能嘛受到影响，拢靠仪器辅助维持呼吸。现场至少5台仪器，同时监控顾客生命现象。假设今天医生麻醉专业没有办法比护理师的专业更高，你怎么去指导他？你怎么去应付这一个紧急的状况？怎么去应付这个紧急的状况？5分钟真的就决定他会不会醒过来。其实很多意外就因此而发生。卫福部伫2018年9月所发布的特定医疗技术检查检验医疗仪器施行，或者使用管理办法修正草案，也就是简称的特管法修正条文，要求轻中度定静需要受过训练的医师执行，重度定静或者是全身麻醉，必须要由麻醉专科医师执行。但是过去医美诊所大部分是采用护理师实行麻醉，讲到底其实就是成本考量，不过将成本甲安全放伫亲爱两边，等于是将顾客生命放伫个高风险的境地。